现在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早起是针对着民间的焚化炉开第2阶段的宽屏，结果发生着冲突，抗议团体甲员警来压杀，其中环保团体理事长甚至伫个压杀的过程中，甲女警加当场互逮捕。抗议的民众甲现场的警察悠悠勒勒。环保团体县长的理事长徛伫咧会议桌顶悬，摕地米来共等，警察的头章甲帽仔顶悬拢全地米。不少人3个6把地米四界乌白野，甚至有人买1把对记者的镜头遮收过来，摄影机也互客甲镜头直直刷。现场吵架热体，徛伫桌顶的张理事长情绪激动，去互员警甲拖落来。张理事长更加意思对员警正边的警架头甲加落，其他的员警紧张人又开。抗议民众一直话讲警察拍人，员警虽将张理事长压出去。涉嫌甲警察的张理事长去互警察逮捕，严过场内也未完耍。抗议的民众摕橄榄顶悬因越这个珍珠奶茶要互评级专家啉，甚至一直甲违反等地米。就算员警摕体育馆内底网仔要动，也动无法。这场抗议主要是因为南投民间乡下个要起焚化炉来引起。官府伫今仔日早起继续开第2阶段宽屏范围界定的第1届延伸会议。抗议方认为，若起焚化炉会污染，而且危害到农作物甲水资源，尤其伫清北溪有过来千公顷的地区。焚化炉后续可能会影响造成污染。到时候如果环评通过之前，我们还没完成相关的变更，这个也是不允许的，所以我们会自行来做检查，我们一定会完全依照法定程序来执行。官府强调，会依照程序执行延伸会议，也会加强审查。这场焚化炉甲地笼之间的冲突，伫也未有共识进程，恐惊会继续冤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